大家好，歡迎你哋嚟到火紅年代，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火哥。火紅年代係一個講經濟、民生、時事、娛樂，甚至乎玄學各樣話題嘅 channel。今日為大家帶嚟嘅就係英國經濟民生嘅話題，歡迎嚟到 Are You OK 嘅節目系列。Are You OK？係一句好多移英港人嚟到英國之後，遇到英國人對我哋常用嘅問候語，經常我哋都會聽到 Are you OK？ Are you OK？ 有時真係聽到你有啲煩，甚至鬧出笑話都有聽過。Anyway， 無論你係已經移英嘅香港人，考慮緊嘅，甚至係你決定留港嘅，我都真心希望你過得 OK 同埋快樂。馬上開始進入今日精彩嘅話題之前，希望你幫手點讚、分享、訂閱，記得撳埋個鐘仔，等下次有新片嘅時候可以馬上通知你。唔該晒，大家好，又係我火哥啊！講到英國民生時事呢，即係想唔講施紀賢呢單嘢都唔得啊吓。咁呢，我哋偉大嘅首相施紀賢呢，就做咗首相咧，就年幾啫係嘛？當初咧佢入主唐寧街嘅時候咧，口口聲聲話咧要為英國嘅政壇咧帶嚟一個道德洗禮啦。通常呢啲咧滿口仁義道德嗰啲咧，最後揭咗出嚟咧，好多時咧都係呢啲斯文敗類嚟噶啦。而家施紀賢咪係咯係嘛？咁佢做過有問題嘅事咧，我諗大家都有印象啦係嘛？即係嗰陣時佢話肥波咧，因為咧食生日蛋糕係嘛，違反呢個口罩令，又隱瞞就要落台啦係咪？咁但係佢自己似乎又好似揾個私人老師啊，嗰件事咧就當時違反口罩令有傳過噶啦係嘛？但係咧就警察堅決唔查啊嘛係咪？堅決唔查就冇證據咯，咁所以冇落台係咪？咁佢個人係點咧？我諗大家咧過往都可以睇到同埋了解到吓。咁但係今次真係好大鑊啦，係嘛？因為呢個 Peter Mandelson 呢單嘢啊嘛，係嘛？因為咧喺即係其實又係同Jeffrey Epstein 有關嘅啦，係咪？咁除咗標基生性病呢單咁過癮呢單嘢之外咧嚇，如果大家想聽標基生性病咧，就可以聽翻我上個星期五即係五光十色嘅其中一條片咧，應該係第一條片啦嚇。咁咧，但係今次咧呢個 Jeffrey Epstein 就係同呢個 Peter Mandelson，即係話呢個工黨嘅元老級嘅，即係有啲人話佢係即係Dark Prince 啦，即係佢係喺背後嘅一個王子嚟嘅嚇。因為咧工黨嘅大選嘅策劃似乎係佢啊，佢似乎咧就想令到咧工黨咧微微轉右嘅，就清除咧黨裏邊啲極左，咁想挽回翻一啲中間選民咁啦。咁 anyway 啦，上次工黨大選贏咗啦，咁其實佢係咪有功勞咧？但係今日而家都唔係講功勞啊，而家係講問罪嘅時間啊，係嘛？大家因為知道 Jeffrey Epstein 咧，愛潑斯坦咧係一個性罪犯嚟噶嘛，係嘛？咁喺監獄裏邊後來自殺咗啦，疑似自殺，總之係死咗啦。咁咧，所以今次呢單嘢咧就直接咧即係衝擊到咧英國嘅政壇咧好大件事，甚至乎咧會影響到咧即係民生即係經濟好多嘢。咁甚至乎會影響埋我哋 BNO 港人。咁點解會影響我哋咧？嗱，你聽火哥咧娓娓道來，慢慢講啊。咁首先咧就即係簡單講翻件事先啦。其實就1月底嘅時候咧，美國司法部咧就應法庭要求咧，就公開咗愛潑斯坦咧，即係嗰啲相關嗰啲好大量嘅資訊，總共係有300萬頁嘅，大家知道啦。咁又講唔同嘅人啦。咁施紀賢咧當然會留意到。當中有 Peter Mandelson 啦，係咪啊？咁佢知道會燒到佢自己嘅，咁所以咧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咧佢明知中國而家嘅局勢唔係咁比平時嚟講咧有啲動盪係嘛？因為張又俠呢件事咧其實都好大件事嘅，咁咧就佢仍然都要堅持要去中國係嘛？即本係低規格接待係嘛？冇官員陪佢遊故宮係嘛？佢自己一條友即係。呢個導遊帶住後邊仲有其他閒雜人等嘅，都冇清場戇居居遊故宮之外咧，同埋食飯冇國宴，冇人陪佢食，係嘛？自己走去咧，即係有班學生陪佢咁樣，即係極之低規格啦，係嘛？即係一個有錢佬都不如嘅待遇咧，亦都傾唔到咩翻嚟，佢都要去中國，亦都去埋日本。咁個原因就係佢要扮忙係咪？扮忙同埋享受下最後嘅外遊啦，可能佢都知道自己死期到啦，係嘛？而家火哥咁樣睇翻，原來件事就係咁啦，係嘛？知道自己死期到啦，咁所以咧就
亦都咧同英國講話，而家好多嘢搞喎，我哋搞緊經濟，搞緊盛喎，係咪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喎，即係想轉移視線，等人哋唔搞佢，可能係咁啦。咁但係終於人哋都要搞佢啦，點解咧？因為咧就呢單嘢咧就真係好大鑊啊 ！Peter Mandelson 同埋呢個 Jeffrey Epstein 咧同愛潑斯坦咧嗰個關係咧似乎唔係咁簡單喎，係咪啊？點解咧？係咪？因為咧呢個Peter Mandelson 咧喺愛潑斯坦入咗獄之後啊，佢仍然咧都同愛潑斯坦咧保持住聯繫喎。曾經有封電郵嗰度咧係深情咁樣表示啦，呢個係即係啲報道咁講啊。都其實我都覺得幾深情啊。我從未離開你身邊喎，話呢個深情表達嚟喎。真係，我覺得超越咗友誼啦，係嘛？係咪有啲愛意咧？係咪？即係大家都知佢Peter Mandelson 嗰個性取向噶啦，係咪？係咪有啲愛意嘅表示？有啲傾慕佢，好欣賞佢咧嚇。不過咧，畢竟 Peter Mandelson 係有自己伴侶，佢有個所謂嘅丈夫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就應該有啲傾慕同埋愛慕啦，係咪？咁而且咧就唔係單止咁簡單㗎喎，係嘛？咁愛潑斯坦咧俾咗好多錢咧Peter Mandelson 同埋佢個老公㗎喎，係嘛？資助過佢嗰個即係 Peter Mandelson 嘅老公咧，去讀一啲非傳統嘅醫科啊，一啲好似唔知咩叫好似啲網上講一啲整骨嘅療法啊嘅一啲醫科啦咁樣。咁啊供埋佢個老公去讀書喎，喂大佬係嘛？咁亦都收過即係好多次嘅錢啦嚇。咁亦都咧幫個 Peter Mandelson 咧就揾過一啲咧，即係年薪成幾百萬美金嘅一啲職位嘅。咁作為佢俾咗Peter Mandelson 咁多着數，咁 Peter Mandelson 有咩交換俾翻愛潑斯坦咧？咁原來就喺佢2009年咧，佢任商務大臣，即係 Peter Mandelson 喺英國做商務大臣嘅時候咧，佢向愛潑斯坦咧就透露咗幾樣嘢㗎喎，係嘛？第一個咧就係當中咧。歐盟咧有個5000億歐元嘅救市計劃，係嘛？咁即係話都計劃嗰啲裏邊啲嘢啦，係嘛？喺歐盟未公佈之前咧，佢話定俾愛潑斯坦聽。咁愛潑斯坦咪可以利用呢啲提早嘅消息，咪可以晨早做一啲交易咯，係咪啊？啱唔啱啊？咁啊可以利用呢個優勢啦。咁啊當時首相白高敦辭職嘅動向，佢又同佢講啦，係咪啊？同埋英國政府咧有一份咧係賣大概200幾億英鎊資產嘅清單，即係嚟緊英國政府會賣啲乜係嘛？呢份清單咧，佢都有俾愛潑斯坦睇嘅喎，即係愛潑斯坦都指指點點咧，都有意見，又可以從中獲益啦，係咪？咁亦都咧叫愛潑斯坦咧透過 JP Morgan 咧就影響英國政府咧就對銀行業嗰個一次性收稅嗰個計劃。當然呢個影響好似唔係好大，但係都係做過呢咁嘅嘢，咁樣嘅嘢啦，係嘛？佢又咧泄露咗咧就即係咧對華貿易談判嗰個底線喎，即係話喺2000年代末，即係亦都係佢做緊商務大臣嘅時候啦，就同愛潑斯坦講咧，其實咧中國對華貿易咧有個底線嘅，咁呢個唔係一個非公開文件，咁當然係俾佢揾着數啦。咁亦都同埋咧令人懷疑到咧，即係愛潑斯坦係咪同中國係有啲關係嘅咧？嗱，其實有唔出奇。因為愛潑斯坦咧係一個似乎不擇手段揾錢嘅人嚟嘅，佢整個咁嘅蘿莉島，有啲未成年少女，咁同嗰啲所謂嘅即係有錢人，即係有啲咁嘅行為係咪？然之後佢拍低啲嘢去威脅啲有錢人，咁佢咁不擇手段揾錢，咁佢同好多國家有聯繫，交換情報去攞錢，我諗呢個都係好平常，大家都會諗到。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話咧。曾經呢個 Peter Mandelson 向呢個所謂愛潑斯坦咧透露過呢樣嘢，即係話係對於中國貿易談判底線，即係話咧其實透露咗英國咧對於中國嘅一啲國策嘅問題啊，呢個牽涉到國家安全咧，的確嚟講，如果對於英國嚟講啊，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會影響到咧我哋啲移民，咁你聽我哋就會知嘅，其實呢點所以大家要記住。好啦，咁咧就。咁關阿施紀賢咩事咧？嗱，其中一樣嘢最重要就係咧，其實佢喺2025年啊，佢咧就將 Peter Mandelson 咧就任命咧就即係上年咧就英國駐美大使㗎嘛，係咪？但係當時咧 Angela Rayner 咧即係我哋嗰個即係
中五都未畢業嘅副首相啦，而家已經唔係副首相啦，同埋我哋嘅即係而家嘅好似係由外交部轉咗去司法部做咗司法大臣嗰個 David Lammy 咧，其實都警告過施紀賢嘅，就話咧即係Peter Mandelson 咧，似乎咧就係有啲問題嘅，即係話佢係即係背景上有啲問題啦，係嘛？佢似乎咧就係同呢個Jeffrey Epstein 咧嗰啲聯絡嗰啲聯繫係即係有嘅，咁咧就唔係咁適合嘅。咁而且英國情報部咧 MI5 咧都發出咗一個紅旗警示 Red Flag 嘅警示咧，就俾咧話咧Peter Mandelson 呢個背景好有問題，但係施紀賢咧一意孤行喎，佢係要通過任命佢，係嘛？咁呢個係咪明知故犯咧？係咪？嗱咁所以咧施紀賢都轉口風喎。係嘛？開頭咧佢就話唔知嘅，唔知道Peter Mandelson 咧同呢個愛潑斯坦咧都仲即係喺愛潑斯坦判刑之後咧仲有聯絡嘅，但係因為你而家呢個MI5 啦、Angela Weiner 啦同埋 David Lammy 咧，喂個個督晒你背脊喎，咁即係話其實你係知道佢有聯絡嘅，咁咧施紀賢就話咧佢當時咧就問咗 Peter Mandelson。就話咧，佢哋咧同佢Peter Mandelson就話佢同愛潑斯坦咧只係泛泛之交嚟嘅啫。咁而家施紀賢又信咗，嗱你聽完你都覺得係真係極之荒謬啦，係咪啊？點解一開頭施紀賢佢唔承認咧？係咪？一開頭又話佢唔知道Peter Mandelson 同愛潑斯坦 Jeffrey Epstein 咧係仍然有聯繫咧？後來而家俾人篤爆咗，話你知啦，你又話你問咗 Peter Mandelson。Peter Mandelson 話俾你係泛泛之交，話俾你聽係泛泛之交，而你又信嗰度奇怪喎，係嘛？你係咪3歲細路嚟嘅咧？係嘛？你係咪小學生嚟嘅咧？係嘛？你智商係咪低過20嘅咧？係咪？正常嚟講你都唔會相信啦，啱唔啱啊？正常一個成年人係咪啊？咩叫泛泛之交啊？係嘛？即係你做一個政治人物Peter Mandelson 正常嚟講係咪應該會避嫌啊？係咪啊？正常嚟講佢應該會避嫌啦。係咪？如果佢喺愛潑斯坦入咗獄之後，佢都仲唔避嫌，仍然同佢聯絡㗎，咁即係關係匪淺啦，點會泛泛之交啊？啱唔啱啊？係咪？施紀賢係咪冇腦嘅咧？咁當然唔係啦，呢個當然係藉口啦，係咪？好啦，咁最新嘅發展係咩咧？喺火國而家錄音嘅時候，咁咧就英國即係個英國警察咧，即係應該冇記錯大都會警察啦，已經入咗去 Peter Mandelson 嘅住所嗰度咧。就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去個住所度做咗搜查噶啦，哇，搜咗幾次噶啦，即係抄啲嘢出嚟啦，係嘛？即係睇下仲有冇啲乜嘢係影響到國家安全嘅啦，或者係一啲刑事上嘅犯罪啦，係嘛？咁另外咧，國會咧而家已經強行要求政府咧就公開 Peter Mandelson 所有內部嘅通訊同埋審查文件，係嘛？咁當然裏面都會講到施紀賢好多喺嗰啲審查文件上面簽名批Peter Mandelson我覺得佢冇問題即係人哋俾完佢啲報告，咁可能會唔會仲有更大鑊咧？即係除咗 MI5 話嗰啲 Red Flag 嘅警示Angela Weiner 同埋 David Lammy 同佢講話，喂，佢同 Jeffrey Epstein 仲有聯絡呢啲嘢以外嘅其他文件咧，咁樣咁似乎好精彩。似乎咧，我哋嘅偉大嘅首相施紀賢呢次真係好大鑊，係嘛？咁而家施紀賢點做咧？咪拖字訣咯，係咪？又話唔關我事咯，啱唔啱啊？又話係佢嗰個幕僚長咯，係咪啊？係幕僚長嘅事，唔關我事。我係炒咧就炒 Matt Whitney 好啦，唔關我事㗎，Matt Whitney 做㗎，咁想即係推落去個幕僚長度，咪推落身邊嘅人，叫身邊嘅人咧代佢送死啦，係咪啊？咁但係咧，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而家拖咧唔拖得幾耐，因為國會要你公開啲文件，你始終你都要公開㗎，係咪啊？同埋你英國首相唔同啊嘛，你個個禮拜要對住其他政黨，你成日要去開會㗎嘛，係嘛？你只一次次開會，人哋咪次次追住你咯，係咪？而且而家阿 Kemi Baker 幾咁勇猛係咪先？係咁質你，係咁質你啊嘛，啱唔啱啊？質到你都唔知點啊！咁而家有最新民調就話咧，就已經有半數嘅英國選民咧，我諗唔止半數，我其實覺得已經好多啦。不過你民調話即係起碼超過一半人要求佢落台，工黨內部都分裂㗎嚇。點解分裂咧？因為好多議員擔心咧，喂嚟緊咧5月份咧，喂
工黨咧地方選舉啊嘛，英格蘭，喂大佬到時俾你累埋，搞到我哋全軍覆沒，又跌多幾席咁點算咧係嘛？咁啊我死不如你死啦，係咪啲人覺得？咁所以咧就想即係咧而家想將呢個我哋嘅 Keir Starmer，我哋偉大嘅英國首相施紀賢咧，就視為一個負資產，就想佢咧落台。而且仲有一個好大鑊嘅咧，就係原來5月份咧，除咗英格蘭地方選舉之外咧，原來蘇格蘭同威爾斯都會選舉嘅喎，係嘛？你咁樣搞下，會唔會蘇格蘭民族黨捲土重來咧？係嘛？俾佢哋執政，佢哋要求獨立咧，咁到時你英國有個分裂嘅危機，仲大鑊喎，啱唔啱啊？咁所以呢單嘢咧，其實係非常之大鑊嘅。咁而家施紀賢咧係受住非常非常之大嘅壓力，係嘛？咁好啦，嗱，火哥話咧對政治民生係嘛都有好多衝擊，甚至乎移民都好有影響啊嘛。咁有咩影響咧？嗱，因為咧就佢本來咧就話要做啲 NHS 啊，又話啲咩醫生又話咩要加人工啊，房屋政策又話要房屋短缺又話要處理啊咁啊。咁而家施紀賢咁頭痕，同埋而家大家集中都係討論你喂快啲公開文件，快啲討論，甚至乎逼佢落台啦，個方向係咁啦。咁所以你國會裏邊點樣推啲法案啫？啱唔啱啊？你有咩法案可以推得到啫？不過有時唔推都係好事嘅，係咪先？你知啦，工黨係搞到一劈屎咁噶嘛，大佬由佢上任嘅幾個月到而家年幾啦，係咪？2年未夠，已經搞到英國咧雞毛鴨血一劈屎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就唔推可能都係好事嘅，係咪？呢個政策上嘅癱瘓可能有幸有不幸啦嚇。咁咧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而家咁樣咧，早排我都話去訪華咧，其實可能會得罪美國總統啦，即係得罪美國政府，得罪特朗普啦，係咪？喂，你而家仲爆埋呢啲咧，即係 Peter Mandelson 咧，就似乎咧，譬如係有啲對華嘅泄密，透過呢個 Jeff Epstein 係咪？頭先我講啦，嗰個貿易政策談判嗰個底線，呢啲英國都而家懷疑係涉及國家安全嘅，係嘛？咁慢慢會唔會查到更多料出嚟咧？係咪？咁而家你美國政府即係阿 Donald Trump 已經有啲唔信任你，咁係咪會更加唔信任你咧？係咪？你又起過乜鬼嘢超級大使館係嘛？係嘛？美國叫你起，你係都要起啦。而家再加埋呢單嘢，咁你係咪會越嚟越大鑊咧？係咪？如果美國唔撐英國，英國憑乜嘢做即係所謂紐倫港咧？憑乜嘢做金融中心咧？大家諗清楚啊！到底英國能夠做到咁大嘅金融中心，係全憑佢單純憑佢自己嘅實力啊，定係靠美國撐咧？我諗呢樣嘢不言而喻，大家知道掌管世界經濟，特別係股市，特別係啲投資呢啲咁大規模嘅，其實邊個做緊嘢啊？咪就係美國咯。你而家得罪咗美國，咁你會點算咧？咁你倫敦其實最賺錢金融嘅喎，如果呢樣都冧埋，咁咪好大鑊，係嘛？咁而且咧就即係如果你講佢誠信都唔使講噶啦，係咪啊？誠信佢一早破咗產噶啦。咁佢而家咧其實佢有幾條路嘅，即係3條路啦嚇。咁第一條路咧，咁呢個施紀賢咧佢會點做咧？第一條路佢就咪就係自己下台咯，係咪啊？下台。咁就即係啲人，因為啲人就將會同你公開晒啲文件之後咧，啲人就會向佢提呢個不信任動議啊嘛。咁9成9通過啊，因為咧工黨咧都要止血噶嘛，係咪啊？係咪先？因為你嚟緊咧，喂大佬你5月大選喎，係咪啊？而家仲有幾個月時間喎，而家仲有3月、4月同埋而家2月就大概過咗接近一半啦，係咪啊？咁我當你去到5月頭，當你大概有3個月啦。3個月時間之內，如果你仲冇決定嘅時候，咁大選，哇，好大鑊喎！呢單嘢一定人哋煲到你好大鑊，一定喺大選嘅時候係咁攻擊你，係咪啊？各同你反對嘅政黨都咁攻擊你，咁你冇大鑊。咁所以似乎咧，施紀賢咧就辭職咧，就係對呢個工黨咧最大嘅益處嚟嘅。咁但係問題對佢自己又點咧？係咪啊？佢又死想攬住首相嘅職位啊嘛，大佬係咪啊？你睇佢個樣豬頭炳咁樣係咪啊？竟然能夠做到首相。咁真係死搲住唔放啦，係咪？而且佢咁貪小便宜嘅，係嘛？波飛都要貪嘅，資助幾件衫都要貪嘅，坐包廂係嘛？貪埋啲咁嘢，咁佢點會肯即係放過呢個首相嘅位呢個肥缺咧？啱唔啱？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唔即係
即係人哋向佢提出通過咗不信任動議，如果佢唔落台，有乜選擇咧？好簡單，解散國會咯，係嘛？解散國會，等你哋重新去選，係嘛？解散國會，跟住就5至6個禮拜之後咧，就重新咧就進行呢個大選啦，啱唔啱？不過解散國會咧，就係要我哋有偉大嘅 The King 英皇查理斯咧去批准嘅。咁到時查理斯會唔會唔批准咧？查理斯可以唔批准喎。點解？因為佢可能衡量個形勢，或者工黨有啲人游說佢咧，背後啲金主咧，係咪？所以其實呢個好睇嘅背後啲金主嘅。而且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你解散咗，真係解散咗啦，即係攬炒啦，即係施紀賢嬲咗上嚟攬炒啦。嗱，坦白講，佢自己都係冇得做首相噶啦，啱唔啱啊？你只係想用呢個方法去脅迫成個政黨啫，啱唔啱啊？即係脅迫嗱，你唔好逼我下台啊！你哋係嘛？如果你逼我下台咧，你工黨啲人投票逼我下台咧，咁我咧就會解散國會噶，係嘛？咁啊大家冇飯開噶，係嘛？因為你選大家都係輸嘅啦，我哋民望咁差，佢係咪用呢種方法嚟脅迫咧？嗱，但係有個問題喎，如果你解散咗國會，而唔係工黨換首相嗱，因為如果你工黨換首相咧，繼續係工黨執政啊，係嘛？繼續係工黨執政啊，咁工黨係咪最低限度會對你提供一個某程度上嘅保護傘啊？因為你都係工黨嘅黨員啊嘛，啱唔啱啊？某程度上嘅保護傘啊，咁喺個司法嘅時候，政府咪唔會做得咁盡啊？係嘛？可能咧對你嘅起訴係嘛，對你嘅調查都會輕手啲。但係如果你成個內閣解散咗之後都唔係工黨執政㗎啦，咁你咪連最後嘅保護傘阿施紀賢都冇埋咯，係咪啊？咁到時政府會唔會追得佢好狠咧？係咪啊？甚至乎會唔會告佢好多個罪咧？甚至會唔會牽涉到刑事要去坐監咧？可能會有呢一啲好大嘅即係問題咧去發生㗎喎，係咪啊？咁所以施紀賢咧，我相信最後嘅結果咧都應該會係辭職落台唔做首相嘅。但係當然啦，佢而家行緊第三條路，第三條路係咩？就係死拖你，係嘛？死拖你，係嘛？你問親佢咧就話而家調查緊啦，我唔方便再講啊。即係如果你國會度質詢佢，想再俾壓力佢咧，佢就咁樣啊。咁不過當然啦，有心做佢嘅政黨咧，我諗會擠牙膏式一路爆料，一路加大壓力，令到你施紀賢咧冇辦法，最後咧最終都係會被人彈劾，有不信任動議啦。咁最後咧就通過咗，最後咧佢都係要落台。咁呢個係火哥預計到估到嘅。我諗最快咧就一定會喺大選之前會做，而且唔會太過臨近大選，因為咧驚你咧即係淡化唔到呢件事，挽回唔到選民嘅信心啊嘛，係嘛？分分鐘我覺得三月我覺得唔會遲到去到4月啦。施紀賢就會落台，分分鐘咧火哥呢個錄音出街咧嘅前後咧。施紀賢已經落咗台都唔頂啊！因為我而家咧就距離咧即係我錄音出街咧就仲有一段時間嘅，仲有咧就10個8個鐘頭啦，咁所以咧就分分鐘唔出奇。咁好啦，嗱咁咧就呢一單嘢如果發展落去會點樣咧？嗱，其實咧火哥其中一樣嘢最擔心咧就係對咧我哋嘅移民政策到底會有咩影響咧？到底對於港人移民會有咩影響，或者移民政策會有咩影響呢？嗱，好簡單，我哋先沙盤推演下頭先嘅情況先嗱。如果解散咗工黨，咁會係咩黨上台呢？如果假設真係即係解散咗成個，唔係解散工黨 sorry， 解散咗國會，假設係呢個情況，雖然我呢個情況發生嘅機會咧係低啲嘅。如果解散咗，咁會係咩人上台啊？咁就會係 Reform UK。可能加埋其他嘅政黨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啦，啱唔啱啊？咁呢個政府應該做一個比較右嘅政府，係嘛？應該就會一個比較右嘅政府。咁如果呢個比較右嘅政府，咁佢移民政策會唔會更加辣呢？係咪啊？咁我哋個移民白皮書嘅政策咪更加辣咯？係咪？咁你知道啦，係嘛？法拉字開頭就講到好誇張啊嘛，又話即係唔歡迎移民啊，剩啊咁誇張啊嘛，咁佢後來又講翻咧，即係佢衝口而出啫。後來又話即係咩 BNO 人有咩有貢獻啊，剩啊，即係佢一時一樣啦嚇。咁但係可能佢會更加右係嘛？即係呢個政策，如果係更加右咧，咁對我哋一定係一啲着數都冇。
大家可以諗到嘅嗰個 Kevin Bacon 啊，即係嗰個即係保守黨黨魁啊，嗰陣時咪話嘅要10+3啊嘛，係咪？佢最癲㗎啦，咩嘛？永居又要10年，永居之後入籍咧就要加多3年咁樣啊嘛。後來咧啲人追問佢，佢先喺個網頁度靜靜雞改翻，話唔包括 BNO 港人嘅。之前係冇嘅，如果大家清醒咧，有跟足晒新聞嘅咧，大家知道啊。之前佢發表嘅時候咧，係冇話到唔包 BNO 港人㗎。後來人哋追問佢，佢先係轉口風，而且亦都喺個網頁度咧靜靜雞改翻，亦都喺人啲回覆度咧講翻係其實唔關事嘅咁樣。火哥覺得當時佢就係試水溫，即係話其實呢個係某程度上係英國政府嘅一個共識嚟嘅，即係為移民加辣。呢個係火哥嘅睇法啦，係啊，即係由工黨到呢個保守黨到呢個改革黨，絕大部分主流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加辣咧係佢哋整嘅共識嚟。當然保守黨當時就用影子政府嘅身份咧，就走出嚟做咩啊？走出嚟就係試水溫，試完水溫之後，而家咪有移民政策改革白皮書咯，係咪？所以啲嘢發展咧係有啊。你表面睇佢哋有啲嘢爭拗都好緊要，佢哋背地裏有啲嘢咧，大家有個共識㗎嚇。政治就係咁噶啦，咁污糟邋遢或者你叫咁鬼詐啦。好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都係比較大嘅情況，就係 Keir Starmer 會落咗台，係咪？因為佢啲金主可能都會逼佢落台啦，啱唔啱？即係支持工黨嘅金主啊，你都冇利用價值你棄出嚟噶嘛，係咪？逼你落台啦，亦都工黨可能會有個同佢交換咧，就係話咩？嗱，你落台，我會盡量揭止個調查，令到你唔會刑事上身，啱唔啱啊？即係唔會對你有啲咩損失嘅，淨係落咗台啫。咁呢件事慢慢淡化咗，就當咩責任，咁你就唔會再咩刑事責任。可能工黨會咁樣同佢交換，咁所以佢又會咁做啦。好啦，咁落咗台之後，咁工黨會點樣處理移民政策咧？嗱，有幾個方向嘅。第一，因為咧而家搞到立亂，佢咧要挽回民望，佢會點做咧？佢咪會做好多嘅即係所謂為民或者啲人中意嘅政策咯。但係大家留意喎，而家本土嗰個意識好高漲。其實而家本土啲英國人咧唔係咁識分你 BNO 移民同其他嘅移民，甚至乎非法移民難民，有啲人個界線唔係咁清楚啊，特別你同其他移民咧，所以其實佢係唔知道 BNO 移英港人咧帶俾到英國咁多經濟效益咁多好處喎。嗱，火哥講過啦，係嘛？淨係買樓都買咗108億英鎊，1000幾億港紙啊，買咗好犀利啊，係咪啊？淨係買樓都係嘛？去到23年到嘅數字啦，23年尾咁 whatever 嘅數字啦，咁呢段時間可能都仲有再增加都唔定。咁犀利嘅效益佢哋唔知道，所以佢哋可能都會排外。咁佢為咗討好啲選民，咁呢個工黨會點做咧？咪再收緊啲移民政策咯，再辣啲咯，啱唔啱啊？係咪啊？可能佢覺得咁樣會受歡迎啊嘛，咁佢可能會咁樣做，係咪啊？再收緊啲，而且咧佢仲有個藉口咁做喎，因為你而家呢個 Peter Mandelson 同呢個 Jeffrey Epstein 同呢個愛潑斯坦咧透露過我哋中國對華嘅一啲貿易嘅底線，係咪？透露過係咪？啲非正式公開文件竟然向外人透露咗。佢嗰陣時亦都係好撐華為啊嘛 ，Peter Mandelson， 如果你知道啊，有翻佢華為嘅超級 fans 嚟噶嘛，好撐噶嘛，佢係咪啊？咁即係難免令人聯想到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嚟㗎。咁工黨會唔會借呢個藉口嚟嚴查你 BNO， 等你遲啲先入籍啊？係咪啊？更加合理喎！如果係咁合理化咗，延遲你入籍，延遲你永居喎，因為你香港人大部分係中國人嚟噶嘛，唔係。大部分係中國人嚟噶嘛，係咪？喺中國即係起碼個血統上你係中國人嚟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佢咪更加有理由要做多啲背景審查喎，加多啲政治審查，可能到時會更加辣，唔單止會更加長，仲會更加辣添。嗱，呢個就係最大鑊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咁咧就嗱，咁我哋嚟緊有咩息路睇到咧？就可以睇下咧，到底佢喺財政預算案裏邊。喺個撥款嘅細節，你去睇下咧，佢將啲錢撥去邊度？佢點樣做嗰個
嗰個即係而家即係喺三月啦，公佈嗰個 statement 啊，呢個唔係財政預算案啦。根據工黨講預算案之前已經講咗呢個 statement 嘅時候，有乜嘢修正？嗰陣時嘅財政預算案有咩修正？嗰修正嗰個方向你就會睇到咧，到底佢係咪針對移民？咁當然啦，另外仲有第三個可能性嘅，就係因為佢而家立亂咧，佢冇咁快可以處理到你呢個移民嘅問題。咁呢個移民改革白皮書咪會再拖下咯，係嘛？或者佢都掌握唔到嗰個民情，佢咪會再拖下，再拖長啲咯。咁啊，可能會有更多嘅港人可以入到籍先，或者咁樣。不過我覺得點拖咧，都好難拖到去下年嘅，因為下年先係講 BNO 港人入籍嘅高峰，即係唔係入籍係申請永居嘅高峰。咁所以咧就自求多福啦。咁但係咁樣睇嚟咧，似乎對我哋移英港人咧未必有着數呢單嘢。大家要密切注視事態嘅發展，係咪？咁就9成9咧 Keir Starmer 都係落台㗎啦，因為都應該有啲政治利益交換逼佢啊。如果你要解散國會咧，應該咧就係一個愚蠢嘅做法啦，即係似乎唔係攬炒係自殺多啲啦，係咪啊？咁佢照計唔會咁蠢嘅，佢個古惑仔係咪？咁咧就佢應該又換翻你減輕啲調查，唔好有佢刑事調查咁樣咯，而佢自己換翻辭職啦，體面啲咁樣，應該會係咁樣。Anyway 啦，呢則新聞咧，火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佢移民政策係向住一個好嘅方向走。不過如果你頭先你聽到火哥嘅分析咧，似乎係好難向住好嘅方向走嘅，似乎應該都係收緊嘅方向會大啲。咁所以我哋而家爭取嘅嘢到底爭唔爭取到，即係話佢完全維持不變咧，喺個入息上同埋英語考試上咧，咁可能會加多個政治背景審查，或者個年期會耐啲咧。如果係咧，就真係好麻煩。Anyway， 火哥講到呢度，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咧喺下邊留低同我哋一齊分享。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臨走前，希望你已經訂閱咗、分享咗俾朋友，同埋點讚咗。呢一個簡單嘅舉動就能夠令本台茁壯成長，為你提供更多更好嘅節目。我哋下次見啦！